同大家報告一下關於醫院管理局喺災難發生咗之後，我哋成立咗啟動咗我哋嘅重大事故嘅控制中心。咁同時咧係動員咗醫管局入邊9間嘅有急症室嘅醫院去作戒備。咁而特別係我哋喺新界東嘅3間醫院咧，包括咗威爾斯親王醫院、北區係死亡，另外有4位輕傷嘅病人咧喺治療之後咧就出咗院，到而家仍然有29個病人喺醫院入邊，其中7位咧係危殆，13位咧仍然係嚴重嘅。佢哋大部分咧係最嚴重嘅係吸入性嘅氣道嘅創傷，即係因為喺個火災嘅過程咧好多熱嘅空氣，令到佢哋嗰個氣道受損，咁好多都需要喺深切治療部靠呼吸機去治療。另一啲咧就係燒傷啦，亦都個別有啲病人咧係一氧化碳中毒嘅，因為喺個密閉空間入邊產生嘅一氧化碳。咁其中有一位病人咧就已經去轉送咗去我哋嘅東區醫院嘅高壓氧嘅治療艙，去到接受高壓氧嘅治療。我哋預計咧仍然會有可能有2個病人咧都需要同樣嘅治療，會需要轉過去嘅。另一方面，我哋都啟動咗有燒傷組、特別燒傷中心嘅醫院，包括瑪麗醫院、廣華醫院，佢哋都會喺適當嘅時候咧接收一啲燒傷咗嘅病人咧去做一個跟進嘅治療嘅。另一方面咧，我哋都要除咗照顧呢啲入咗院嘅病人之外咧，我哋亦都要照顧一啲其他嘅災民。咁好多呢啲災民咧，佢哋都有一啲醫療上嘅需要，有一啲特別係啲長者咧，佢哋係未有帶佢哋嘅隨身嘅藥物咁樣嘅。咁我哋喺第一個災民嘅臨時庇護中心咧，就已經由大埔拿督素醫院咧係派咗啲醫護人員去為佢哋提供嗰個處理。就如果佢哋有啲藥物佢哋需要嘅話咧，我哋會適當嘅俾佢哋嘅。另一方面，我哋睇到係個庇護中心亦都唔止係一個嘅，開咗越嚟越多嘅。我哋而家交咗俾我哋嘅基層醫療處去到統籌無論公營同埋私營嘅一啲醫護人員。我哋亦都收到好多私營醫療機構佢哋提出自願想加入去到支援，提供個支援。我哋會由我哋嘅基層醫療處咧去做一個協調統籌嘅工作，務求令到咧每一個呢啲庇護中心咧都會有醫療嘅團隊去到做支援，為中心入邊嗰啲災民咧係提供一個適當嘅一個醫療嘅服務嘅。另一方面，考慮到個火災可能引致好多情緒方面嘅一啲困擾，情緒方面問題咧，我哋亦都已經指示咗我哋嘅1811情緒通嘅熱線係增加人手。喺過去嗰幾小時，其實我哋已經睇到個情緒通個熱線收到嘅求助電話係好明顯有上升嘅趨勢啦。咁所以我哋會加大人手咧，去到務求提供到適切嘅一個支援，俾一啲受到火災引起嘅情緒困擾嘅呢啲病人嘅。而其他嘅一啲病人咧，亦都其他一啲市民，如果受到個災情影響嘅，有情緒嘅困擾嘅，或者有壓力嘅咧，亦都可以喺我哋嘅 Shall We Talk 呢個社交網站嗰度咧，係可以揾到一啲關於情緒壓力嘅支援嘅呢咁嘅資料嘅。我喺呢度同大家報道嘅係咁多。